就嚟新年，不如用隻新鑊試下整蘿蔔糕啊！用把新嘅日本菜刀切下白蘿蔔先，量啱白蘿蔔肉嘅份量就將佢切條，然後就用食物處理器將佢切絲啦。用中細火預熱隻鑊之後，落咗少少油，然後咧就爆香啲蝦米。呢隻直化鐵鑊嘅物料咧比較耐磨，所以我用鐵鏟咧都冇乜刮花過個鑊噶。跟住我就爆香啲臘肉啊、臘腸，隻鑊傳熱都好快，所以我只係用中細火炒啫。油光閃閃就落埋啲冬菇粒落去炒，等啲冬菇吸盡晒油分之後咧，就裝起備用先。跟住唔使洗鑊，直接將頭先刨好嘅蘿蔔絲加入，仲加咗啲瑤柱水，炒至軟身同半透明。加入糖鹽，攞大概180毫升蘿蔔水，預先就預備好啲粘米粉同埋粟粉，逐少加入蘿蔔水，攪勻到佢完全冇晒粉粒，保持熄火喺原鑊嘅蘿蔔絲上面加入炒香咗嘅臘腸、臘肉、蝦米同埋冬菇，然後兜勻，加入頭先拌好嘅粉漿，然後開慢火慢慢炒至收水結身，然後就將蘿蔔糕放入一個已經塗咗油嘅器皿上面，可以喺蘿蔔糕上面鋪上已經浸好嘅瑤柱絲，然後放入電飯煲度蒸，蒸好咗之後再放涼，咁就完成噶啦。頭先用炒鑊整蘿蔔糕，不如而家用不鏽鋼煲整年糕啊！加咗啲熱水啦，日本標準304降真係唔同啲啊，凍熱性能都相當好。我用個中細火咧，好快啲糖就溶晒啦。然後我喺一個大器皿入邊加入已經篩好咗嘅糯米粉同澄麵粉，然後將椰漿分幾次慢慢加入去啲粉入邊攪勻，搞到佢滑捋捋冇晒粉粒咁就得噶啦。已經放涼咗嘅糖漿慢慢拌入啦，攪勻之後就再過篩一次，將麵糊倒喺已經塗咗油嘅器皿入邊啦。大火或者電飯煲蒸好之後就可以放涼，之後就可以放雪櫃雪一晚，需要嘅時候就切件煎嚟食啦。